唱歌的人观众讲话佫真笑亏，八哥主持综艺节目《相亲报喜》顺利唱起来，得到1986年甲1987年金钟奖综艺主持人奖。我们2个人的青春期呢，几乎都献给了华视。讲人生上精彩的时刻，拢奉献给华视。资深的艺人八哥8岁就以童星出道。 时常出现伫戏剧中，包括《包青天》《江南游》《超级拍档》等等，伊演技受到肯定。因为想要到讲八哥伫站的，因为腰手癌扩散来过身，享受68岁。伊的好朋友讲到八哥拢真唔甘。过了年还去看他，还去他家，跟着吃个饭。那做不到1个小时，他就说：“啊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可能身体很不舒服。”要的话还起来哦。他说会啊会啊，但是我就看他已经体力很差。我们本来想说过完年，对，这几天如果有空，我还想再去看他。 家属讲，因为人都过身，大家也真混乱。其实八哥一直拢真坚强。去年9月入去病院，就被宣判是尾期，因过医院真乐观去面对，坚持过元年，嘛早就将后事拢安排好啊。深情演唱的八哥，陈美凤嘛伫面前抛出这个珍贵影片，并且写感谢人生的路有你做伙行，感谢永远的八哥哥，最后佫特别写笑脸，捌合作演出电视剧的方，想起了八哥，讲伊历经的阶段拢是伊的导师，看得出来八哥伫大家心目中良师益友的形象。回顾过往真情的相亲报喜主持人周美仪，因为仍然过身，即马八哥嘛因为癌症离开。 和好朋友真感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